曾經講過，如果冇參加過學界辯論賽，等於冇打過辯論。能夠踏上學界辯論賽嘅舞台，係每一個辯手嘅夢想同榮耀。一代又一代優秀嘅辯手，相信都係從踏上中學學界辯論賽呢一個舞台開始。大家都爭取喺呢一個舞台上面發光發亮，全力演繹對各個辯題嘅睿智思考。喺呢一個唇槍舌劍、語言爭鋒嘅舞台，佢更加承載住呈現一支辯論隊互相扶持嘅團隊精神，尊重對手嘅競賽精神。佢有住辯論教練同帶隊老師嘅期望，學長學者嘅鼓勵，更有住觀眾熱情嘅支持。因為辯論，我哋認識彼此；因為辯論，我哋都加入咗中學學界辯論賽呢一個大家庭。今日勝負對大家嚟講唔再係最終嘅目標，皆因大家知道，只要享受全力以赴嘅過程，就必有所得。我哋嘅與辯手唇槍舌劍，不失風度，建立個人自信。